戈壁挑战赛被誉为全球最具精神指标性的极限赛事，参赛者需要在4天内徒步121公里的荒漠，在高温、强风和沙砾中前行。考验的不只是体能毅力，更是面对压力时的决策力和团队默契。成大 EMBA 自11届开始参赛，今年已经第20届。所有参赛过的学长姐3号特别齐聚一堂，举办誓师大会，来传承这份极限挑战的精神。大漠英雄，由我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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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出题，所向无敌，挑战戈壁，一定成功。成大出题，所向无敌，成大出动，山河安动。原本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参加戈壁挑战赛，因为觉得这是一件太疯狂的事，也觉得自己根本做不到。但现在有团体的力量，有团长带着我们一起前进，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出发，一起到达。我相信参加完戈20之后，我们全班的感情会变得更融洽。重点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像企业遇到一些逆境，怎么去克服？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学习历程。成大 EMBA 面对今年9月28号即将来临的戈20挑战赛，持续以赛代训来备战，并凝聚团队精神，希望再次证明真正的高阶管理人不只是坐在办公室的思考者，更是在实际场域可以做出关键判断的领航者。今年比赛也获得许多企业和精英赞助，将近300万来一同出征。企业家面对这样的挑战，能不能去克服？那除了克服实体上身体的那种痛苦之外，那包含就是心理上能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但我相信这样的精神应该可以带到各个企业里面去。EMBA 都是这各个领域的首长专家所以大家更应该要保持良好的身体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然后这个心肺耐力的运动，绝对是我们能够促进健康的一个最佳的方式。这届戈20挑战赛，成大 EMBA 除了创下史上最多参赛人数，更希望成功逐梦，击败所有强敌，缔造荣耀。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